家講人死留名，富死留屁，嗱，咪意思呢？意思係個世間你喺度唔好做壞事情，做壞事情冇好名聲。嗱，我呢個經書啊，在傳道書7第1節有經講到，鄉嘅名人過亦得鄉水，嗱，所以這個世間你喺度，這個名聲唔好笑，名聲乜咪笑呢？所做唔好生事，騙人啊！騙錯啊，滅人唔好啊，滅人痛心啊，名聲壞，名聲臭啊，所以呢個經節講，名聲鄉嘅名聲，人過你亦得鄉水。嗱，接下嚟講，死而是過世，人過你出世。嗱，所以睇新嘅話嚟講，人死留名。富死留屁，自家做了壞名聲留下來，自家冇世間你研究嘅名聲係不人任到，係家做咗咁多好事，人家三倍人數吉，自家咪過世冇世間你，自家嘅名聲很少。嗱，所以呢呢個腓立比書1:21節咁樣講自家啲，自家生到就係侍奉基督，生到就係榮耀基督，自家以下過世嚟講。自家得到上帝嘅福氣，得到上帝嘅恩典。嗱，所以自家世間呢，生到就係隆重做到對嘅嚟，做到榮耀基督嘅嚟。嗱，自家以下過世嚟講，呢個經節講自家啲，自家都得到大福啦。嗱，主祝福自家，阿門。